好，急停转身，开始迂回，冲向篮筐，离篮筐越来越近，有没有机会呢？好，有2名队员在防守。杨掉到了地上，看看谁在弯身下腰。哎，双方的各1名队员同时。好，仍然是非常焦灼的一个状态啊！比赛越来越接近尾声，看看我们中国新疆兵团76团代表队能不能把比分追平，将比赛拖至加时赛。6号，中国塔线队6号努尔波松阿瓦利拿到了杨，快马加鞭冲向了篮筐，扔给了4号杜丽伊拉瓦尔，空篮。哎呀，非常好的一个得分机会，但是并没有投中。还有机会吗？好，现在是76团苏勒拜拿着杨开始反击。争夺的非常厉害啊！投篮，哎，被乌布西阿卜杜利达给一个漂亮的盖帽。双方又开始争抢，但是有一匹马翻倒了，是塔线队一匹马翻倒了。好，比赛继续，现在双方又开始焦灼。5号苏勒拜沙兹别克紧紧地拽着杨，但是对方中国塔线代表队的，哎，好了，裁判吹哨，全场比赛结束。这场比赛呢，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可达拉市76团代表队对阵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塔县代表队，比赛最终的成绩是0比1，由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塔县代表队领先胜出。那么，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塔县代表队下一场将面对的对手是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